高香港对于偏乡的囡仔来讲是一个遥远的梦。伫咧基本资源相对欠缺的家己布地，有人甲镇内几万间各中国小的囡仔集合起来，成立布地青少年高香乐团，互因免费学乐器。本地这海口囡仔是连个线谱都看无，到甲即马因会当充满自信，徛起舞台来演奏。伫咧演奏的是嘉义县布地镇的各中国小学生。要伫布地这个老人人口超过25%的偏乡训练音乐人才是真困难的任务。国较免讲要成立高响乐团，搁互囡仔免费学乐器。那因为我都会帮我的这个部兴的孩子办一些音乐会，就是把我能给的资源或者是我有的人脉，然后一直导入这个学校。所以我渐渐集结这些学校，从1-2间开始，然后直到发展到5间，那直到现在的布袋音乐节，就是有蛮多学校一起来参与。找二手乐器，找师资，总算甲布地镇内其中5间国小、1间国中，斗成一个完整的高响乐团。为看谱开始到发出声音，拢爱一步一脚印，豆豆啊来，练技术也练自信。我们偏乡的小学可以说是从零开始，就是他进来就你问他知不知道五线谱，不知道；知道什么乐器，不知道，就是一问三不知，就什么都不知道这样。一开始拢会惊惊吼，要去台面头前表演吼，感觉拢小看避暑吼。啊，开始看因伊开始学物件以后哦。开始知影讲，我和人无共哦，我会当摕这个长笛、法国号，会当去台顶，会当表演给大家看。你看伊开始有笑容。对布地这群囡仔来讲，手头的乐器哪像是因向外看世界的窗仔门。这条属于海口的高响乐才拄开始，望这阵音乐声会当伫这片土地继续演奏。记者郭碧君、林坤明，嘉义报道。